啲燈快掉了。坐电车到宜家。哎，绿灯都没亮呢，怎么了？Yes. Just wait for time to pass by. Yeah, so he's dropping. 20度，20度。
Oh, cool. That's sweet. Need to go find Sonia. Huh? Need to find Sonia. Yeah. Sonia is there. George said like yeah, he's having a meeting with them. And tomorrow we need to have a credit card. Okay, for the bloody thing. How much was it? Huh? It's going to be 1,400. No sir. No sir. It's going to be. அவன் நான் இருக்க மாட்டேன் நாளைக்கு சரி நாளைக்கு வீட்டில் தான் வேலை பார்ப்பேன் ஆஃப்டர் டுமாரோ ஐ ஒர்க் until they renew my contract. But Friday yes, sir. The problem is once the job is renewed, we complete before the market. Then yes, that's right. Not saying because in the house it comes down. Well, and the one delegation and my contract there, they get a free time. Are you considering the full time? Yes. The house says temporarily. अगर look at your contract is like a full time, and make sure you look at it. There is it. I tell I have to go. No, not that. That's why you need to be planning the rate. Usually, I will say 50%. We just one line somewhere there. Yeah, we want the whole place for the contract. Stormzy cancelled.
里面人是很多。今天星期二，星期二，我准备走路回去。赶车过来的，从我们那边到这儿4公里，4公里。那个包包，摄像包上面，摄像包、摄影包最上面2个一起的，邮局晓得噻，就在前面口子楼里面那个过道中间。你自己去噻，我来宜家，我走路回来。啥东西一边的哟？啥子澳元吗？人民币吗？啥子一边的哟？人民币吗？啥子一边的？160是澳元吗？人民币哦，人民币嘛。啥东西币都才好多钱哦？哪里丢？自己弄。哪里？自己。我这儿走路回来哈，走1个小时左右回来。走路啊，4公里嘛，没得很远。哎，我这边不远了。走路慢慢就回来了，哎呀。你摸，你看嘛，只几个拉链嘛。你拉链你找不到吗？打开看嘛。哦，这22度。哎，我跑到哪边了？只需带护照，要么你就把那个截图拿给你看嘛。然后他看那边，哦，对，他还说护照号。就在路局那边，哎呀，过街里面有个小巷那边就是几十米。你晓得地址嘛？你早点去，到那边下班了。5点多，好，就这样。
这儿有个邮局，这边这个邮局。哎，这个买化妆品的，买化妆品的，刚刚赶车过来的，起步价成人是5块5，然后2个小时之内转车是免费的，超过2个小时又是5块5，然后每个人赶车每天封顶还是10块5吗？11块左右，好像超封顶，就是随便坐多少站，坐多长时间都是10块钱，换成人民币也就15块钱。这个全是停车场。我这个人穿好危险哦！看我走前面。这边走有轨电车，算了，直走。走那边呢？算了。现在时间15点43，走1个小时。这个是12路、109路都可以到，还有个84吧，多少了？那边走得远一点。这个就是克林威，就是7点到9点。是星期7到星期5，停车的位置要自己交钱。看一下，这个。这一段楼还比较高一点，在前面往那面走就是全部2层、3层左右。小公园。
就充电充。这个它这两个我在商场里面拍，从 F-6拍的那个，这儿有这到这个位置。这个理发的、绞头的，这个要关门了。哦，营业中有人。哦，是这样子。亚拉中学，这边有个学校。这个两厢，这个车子在澳洲好多啊，本地的好像是。走快一点算了，因为我在看 YouTube 上面的视频，就走得比较慢。正常走应该是挺快的，估计1个小时到家嘛。这个12路走的还比较远，应该有30多站。它这个有轨电车，全维州，就是维多利啊，墨尔本这边应该是490多台，500台。哇，24小时7天。健身房的嘛。209，你看它的时间，早上这个3、4点，5点46。
6点，然后5到8分钟，7、8、9，密度比较高。晚上就是1个小时5趟，4趟3趟3趟。早上上学的时候有些它比较久，它不准。比如说7点到7点到8，另外一个地方我看一下，它是每个小时也是标明时间，但是根本就不会到。就是一般有可能5班的话，它会来个3班。邮局的邮筒，路对面不能停车。这儿更写明了啊，无碳烧烤中餐。路对面。哎，不是，也在停。看一下，越南和中餐。这个是晚上6点多有些关门了，6点到下午1点，凌晨1点。这个是你发的吗？我去，54、45，中国人的这个也是，就是按摩的，80、25分钟30、50分钟80，洗脚去，massage。啥子？啥子？欢欢，欢欢！哎呀，人还，你给我发个话定位，你开去直接给那个嘛，那个潘勇的没在潘勇那儿，那个红牌楼那边啊，把4个全部换了。没，哎，就双南那边红牌楼口子上那个叫啥子？双南医院隔壁子。双南医院。哎呀，后来说你到时犯了，说还直接发定位给你直接去那儿说哈。
好远嘛，双南医院近得很，红牌楼，我翻翻，要翻4个轮胎的嘛。他那儿没得，他那儿有4个嘛。你汽车带哪儿去啊？这个粉色的车子。不要问，我跟你说的了，你到时去那个就是了啊，不用管那些，看到没有？你直接去，不用管骑，没得事，不影响，那个不要去在乎那点点儿。哎呀，哪个在乎那些嘛？你是个工具，你啥去洗嘛？你啥嘛？12个109，这个电子屏、灭水屏。瞅啥子瞅嘛？哪个在乎你那个车子那个嘛？哎，这就工具而已，啥子？哪个在乎你那些哦？管你那个，晓得老车子10多年了，还在乎那些？哎，根本就不要考虑那些，有啥做头嘛？不用管那些，工具而已。不要赚啊！去到时报保险去。你报喊了嘛，喊嘛那个修车的地方，打个电话就解决了，是不是吧？有啥看头啊？直接他那边直接出去找保险公司直接那个噻。你不报保险也可以300多400块钱，300-400块解决。轮胎不用那儿换哈，他那儿不够，他没得地方。轮胎到处都可以换，那是可以啊，他是在红牌那边去拿的噻。哦，这电话看的。废话，那不是现货，你换的话直接要等多久？还等会儿还得换好了去拿，等几个小时去取哇。自己去那儿，我那个一个店也直接有微信，我钱给了就是喊你去换就是了。哎，双南医院那么近，你开车子嘛，几公里你一天还操心。哎，你想啥子？这个啥子？中餐？问嘛，你去弄骑嘛，有人他就不要弄了。哎呀。哦，这个是，这叫个云商，要换云商，妈电都没得，电信号都没得，发没得反应呢？我去宜家拿东西去了，我走路回去，欢欢，哎，他听声音没有？他去邮局取东西，就在我们那旁边有个邮局。欢欢，他听到声音不？哎，累到了很。这个长城车，长城车5万多6万块钱。这边中餐还有，中文开的还有点多哎。我那个宜家里面买的东西都买了，买的西红柿4块钱1公斤，花了啊。我本来去维州市场，维多利亚市场星期1和星期3休息，星期2、星期4、5、6星期天开，星期1都没有。星期一都是休息，星期3，这是卖化妆品的，是卖化妆品的嘛。这些街上哎呀，正常人家的车子不需要洗，也不需要洗车的地方，哪儿有洒水车嘛，干干净净的。这都是2层楼的，1层楼。这下子的开门哦，星期2关了。
多得很，对条街都是。找去问根本找不到，我去烤鸭，我去。他找的是合租的，还是来找倒是。是临时的噻，他过去走再慢慢找噻，他们有车的嘛，他们他有车乘着，他就在学考驾照。她老公还买的宝马X3啊，X3有点贵，还是卖8、9万左右，比国内的贵。他一个亲戚在那边，他把车停他们亲戚家的，是在郊区。他又还是买，他现在考驾照，他没开个新手，还在每天去练那个。到处是。哎呀，车子的工具不要占那些，但是还是它是比国内贵。比国内贵就是了，有狗狗他们都签，他贵要贵几万块钱平均。这个狗狗新车子都贵，旧车也比较贵。你要看那些车，老车子就便宜，2、3万、3、4万。那老的车你要不去保养，那些车你要撞了根本修都不修。你看那个车嘛，屁股后面都撞那个样子，都修都不修。还这些车他们这边流行那种车，工具车。哦，长城的卖的也好得很。我其实坐那个车过来的，我去坐12路过来的，我走路回去，老二给免费哦，2个小时5块5。市中心免费啊，市中心免费的，这边出了城它就不免费了。这是相当于城外那个区域是5块5起步价，起步价你坐2个小时，一天封底是10块，将近11块吧，也是50多，11块都相当于你随便坐哪儿的，整个维多利亚州，这个墨尔本整个州随便转也就是11块，从早到坐到晚，坐一天都11块。他用那个卡封顶就是10块。这个车12路，还有一个109，前面还有个，这种是最老的车，前面是长的3节的是新的。这边都是啊，这边就到处都亚洲超市，这贡茶贵得很，那种茶都要卖8、9块、10块，这个3块5，3块。袜子小娃的袜子，拖鞋6块，2个10块，有中餐，哦，是不是？讲越南话和国语，这样卖花草有点贵，好嘛，2个50、20、15、79、49。这个自己给钱的付款的，这个全脸成红。有的时间，哎呀，整啥子去？我觉得不用管它也可以。这是卖啥子的？这是越南鱼的。贴个膜算了，贴那个那种，到处我看那边可以贴车身膜。车身膜改成其他颜色，改成其他颜色嘛，要么改成白色或者其他颜色都可以。这些鸽子根本就不怕人。汽油价格和国内差不多，
还便宜点儿，比国内7家差不多，都是7.56块。哦，啥子牌子都有，国产车卖得还好，现在电动车卖得好，这个车卖得好。性价比，那肯定就是电动车噻，都买电动车噻。现在长安那个出来也进来了，都一样的价。你那些车子，你看那个他们挂的印子，哪个管了嘛？根本就没有，就没得人在乎那些。你看那个女司机一样的挂那个样子，这全部是中文。后面再说，先到了那边再说。先租房子进来就不用买，进来就买一个踏板车，买个自行车。以后这个长远看起来，你要钱到处赚了，你还是要买车。你多多也可以领驾照的嘛，他16岁可以取驾照啊，他到10可以练到他也有用一样的噻。这是个酒吧晚上的。这么远，你打个车，每天公交车你一天都要花好多。那药房看嘛，西药房。是啊。是啊，肯定有噻。饭碗交好多了，嘎，还是坚持敢弄哦，坚持到就是去别人买店。缺东西嘛，那个超市可以 ARDI， 这个是德国一个超市，没进去买。这个沃尔沃斯那边就有一个，我得去那个口市店买的那个 COLES 那个买了只鸡。哎，你租房子不要买那样东西，没得啥子买的，你基本用品就够了。有车了之后就方便拖。哇，这些车子好多年的老车子，几十年前的，还不在开啊？老相也是相你修很贵啊，人工贵啊。哪儿有新的呢？哪儿有新的？几十年前70、80年代的车子，新的这个车子也贵。这沃尔沃的也贵，7万多8万澳元一个。那种车子贵，那个奔驰的老款的都卖。那次我们那个成都那个朋友他开的，都要卖嘛，贵比国内的贵。卖那个沃尔沃价都比国内要贵一些，算到人民币都要贵将近至少5、6万嘛。推拉。可以运啊，咋不能运呢？你上牌照上不到啊？这临时的你上户上不到，是展览那些，跑比赛那些，只跑比赛那些用啊，临时的。啊。这是中餐的。
这酒吧晚上人山人海。我走太慢了。这些车子也卖的贵，雷克萨斯卖的也贵。他只会说话，你来说，就小娃儿就是不能说话，体积小。国产的哈弗 H6、H5，买小了好多哎。长城车的这些可以，老实是，都有拖车给我的一些标配。这车，哎，反正都贵。这前面那个小哥哥。What because loading？ 哦，这个前面是哎呀妈！对面的狗狗都要千顺时，前面还有出租那个踏板车也贵。嘛，这个踏板车嘛，值得。市中心基本看不到，在城郊外这边外面看到。有本儿，有本儿，有本儿，我们发音不一样。这个标志，这什么标志啊？有本儿，有本儿，我不是。这个出租，
刚刚我在宜家里面连那个 WiFi， 它那个公共 WiFi 嘛，它是把那个 YouTube 上面是那个受限模式，受限了是吧？受限了之后，你留言啊那什么聊天儿就看不了，空了，点赞了也可以点，参与讨论就用不了。这边电子眼还2个，手太老了。我们按一下，那其实不按也没用，按嘛都不存在。反正定了时间了，过了时间它就绿灯了，就直走到设定。又变色黑了，哎，越往市中心看，这边就看到高楼好几栋嘛。这是2倍的无绳变焦。这边自行车还挺贵的。自行车好一点的4、5千，1万2元多，一般700、800、900。这个是道奇风，它不像国内这个新的，这边。什么年代都值得看，只要能够跑得动的就想看。这个绿灯时间过街的时候还是挺短，一般是10多秒钟，红灯再闪个几秒钟，也就是半分钟吧。这边是个教堂，是制造，这个喝水的到处都是。墨尔本水是直接饮用水。但他们还是要用过滤的那个网，过滤网嘛还是要用，每家都标配那个。还是那个滤芯嘛，滤芯应该是10多块钱，澳元嘛，应该在100块钱人民币左右。这是卡罗拉，临时停一般是没事，没人管。都是主动自觉的那种，靠边都是停在这个位置里面，然后给钱，罚款比较多，素质很高。那两边都是停车的，我看停车是早上7点到晚上10点。车子我准备还是考虑买个 Model Y 或者是 Model 3吧。反正你以后要用嘛，用了之后，我们家孩子以后16岁以后可以取驾照，驾照拿了之后他可以用啊。就是他不以后不开，他我官网上卖的话，价格也比较点子要少一点。我
现在看2023年的，2025年之前的老款的 Model Y， 有些7万多，有些6、7万、5万8、9，行驶公里数在7、8千、1万公里，价格也就在有些6万多，有些7万多，因为有些有 FSD 的，有些长续航，有些是性能版。标配的版本一般在5万8、9。现在新车都才多少钱？现在新车办下来就7万多。前段时间刚刚上市的那个是首发限量版，那个办法是8万2千多。这个宽。有轨电车的中间位置，在草丛中间的位置。小老婆在溜翻翻逛街，骑个车带她到处逛。她前几个月她走后腿。走了之后有点问题，像颠一颠的那种，走慢一点它正常了，然后跑得快一点它就脚就颠一颠的那种，就没有着地那种啊。后面我就给他吃点药，然后给他查那个喷的有雾剂那些，按摩啊，现在好多了。我老婆说好基本好了，早就好了。但是我叫他坚持要用。现在那个腿，他之前没有出现那个问题。最早应该去年被小朋友抱走的时候，应该是右后腿被拉伤了，然后休息了将近3个月、4个月左右才好。他右后腿现在正常的恢复了嘛？那左后腿又出问题。这个是啊，这玻璃烂掉了。这是公交车道，它公交车和自行车可以走公交车道。保时捷对面是保时捷专卖店，好香啊！因为我回了买了个吃东西，味道出来了，很香。我买了那个 COS 里边的那个全鸡，一直是买到威尔斯那个。它两个价格都一模一样，一个12块5，一个13块5。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单独的猪肉的肉块那种，20刀啊。然后威尔斯那个里边那个是牛肉的是16块5刀啊。这边是20，那猪肉的分量好像多一点点，因为猪肉便宜嘛。我去，这是公交车道，左拐。哇，拖了几个车子。哇，右边。
这边可以看到3台，3个，前面3个12路。这边好像是消防局吗？也不是，我看一下，应该是哪边？哦，前面才是有个消防局那边。Jetstar， 这个是不是卖汽车的？阿斯顿马丁，宾利，这边超速也很严重。这个是干啥？没钱。这里面是购物中心嘛。bus 公交车道，这里面停车场好的都是锁的，一般自动识别那种。公交车、自行车道，最高才2米。哎，我应该走对面哦，走中间位置啊。算了，这边方便一点。这中间草坪过去还麻烦，还看红绿灯。宝马叉3这个价格还贵哦，我不知道旧的多少钱，反正我看新的还比较贵，比国内贵，所有车型都比国内贵，包括 Model Y、Model 3，贵3万块钱左右。3万人民币左右吧，算下来也就是贵5、6千，5千，哎，差不多5千澳元吧。市中心有观光的直升机，每天有很多趟，随时可以坐。这个车在国内才卖多少钱？我老爸那个第一批买的还加价的那种途观，2.0T的高功率版本，8万多36、7万36、7吧，加价还要加1万多嘞。哦，对，那个时候买顶配的加的少一点，加了1万7八，买普通版的好像加3万多。因为那个时候选择比较少，一般都是那个级别里面也就 GLK、奔驰的 GLK， 还有奥迪的 Q5吧。这后排都没有那个途观的宽敞，差。那空间肯定比那几个竞品吧，要比途观应该要短1半左右啊。其实那个时候 GLK 也才买上35万。我跟我老爸说买那个吧，买奔驰的算了。他说奔驰太高调了嘛。那个年代是多少年？途观刚刚出来的时候，那些车价都比较贵了。现在都正常了，现在那些价格白菜价，也不是白菜价，就是比较低很多嘛。国内现在汽油车降价降的太多了，然后油车、电动车呢普及率太高了，现在基本都是购买70%、80%都选电动车。
接受度好像60%多了吧，以前1%、20%，后面涨了5%、6%、30%，发现来普及率很高，现在都是今年都拼自动驾驶。国内第一梯队就是理想啊、蔚来呀、理想和那个华为。他那个博士的供应商那个老总说的，他体验那个特斯拉那个支架 FSD 嘛那种，他那个应该比国内的第一梯队的应该还要领先个1-2年那种。我就说你们后面这些国产的，那还是要拼这种自动驾驶、拼软件的算法那些，还是要注意一段时间。那国内宣传肯定的就说是比特斯拉还先进，可真正用了之后才知道。这边我看 FSD 自动辅助驾驶，这边好像只有4-5万块钱吧，人民币，好像是5000刀吗？好吧，多少？反正比国内便宜，国内是64000。因为我之前来澳洲之前，我把我那个车置换嘛，就是换成Model Y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有新款的，就是老款的Model Y，那个置换折价才多少钱啊？新车肯定很贵嘛，然后后面你置换的时候那个车，我那个车应该就管个7到10万块钱左右的时候。但是我说提车的时候应该要将近15天以后，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来不及了，说算了，就没有去置换了，没有去置换，幸好没去置换。置换了之后还是给我老爸在用。这边这个墙上这个。我老爸那个车给我妹妹用，我妹妹那个车我叫她卖掉，而且再不卖的话，以后那个更不值钱了。他那个我妹妹以前他们车使用频率太少了，一周的话使用频率也就是一周也就跑个30-40公里，30多公里吧，20-30公里都有些都没有，一个月也就跑个100公里都没有。那个车有点问题，它雪佛兰不是雪铁龙的那个 C 级啊，反正修了几次，底盘也不怎么样，真的修了好多。后边他们想换车嘛，我说你不用换了，然后把老爸那个途观车子拿来卖，让他用，因为那个车途观卖的话也就3万多左右，1/10都不到，而且就是1/10左右多一点点，没有3万多。那说我老爸说不卖，他的车只有那个天窗漏水嘛，天窗一点漏水，其他没什么问题。只有我妹妹那个车有问题，就他拿去卖了之后，我那天他们那边有个修车店，给他出价是1万5啊。我买的时候是16万多有啊，15万、16万左右，也是基本上1/10。那么他说觉得有点低，然后跟我一起去那个白家双流那边二手批发市场那边，给17000左右。后面直接成交的时候好像是16000，那边直接就卖了。这个衣服好看啊，这个衣服这什么衣服？这车在中国油车都不好吃，
在中国现在油车、电车都不保值，再加上经济萧条、经济不好嘛，那贬值更多了。像电车有些买了比如说今年刚刚买的，然后马上去卖，就贬了50%左右。电车的贬值幅度比油车更夸张一点。这是教堂，有点小啊。这些车比较多，后面有个拖斗那种工具车。这边停车标志，比较麻烦，要看清楚。我就想买个那个以前买个凯美瑞那种混动的2.5的，也可以。就是加油的车开太多了，想换一下电动车。这边电动车加油，在家里面安电桩没必要，因为你随时租房子吧，也要换地方嘛，没必要。还有跑到 city 里面，跑到市中心到处都有充电站，外面很多充电站，不需要单独安，因为你每天就没事嘛，没事跑过去开个车过去，在充电的地方玩，喝杯咖啡啊那些，1-2个小时充了没必要。在家里面装，你单独买房子也可以。你做上4年那种还可以，要是自己买了那种房子比较固定的位置可以，就没必要。以后充电站是越来越多嘛。哎，我没有开视频了，我戴了耳机，隔音了，自动降噪。哎。这个这个是那个最高那个教堂。这个教堂叫啥名字？下5个字的。对，圣巴特利爵主。这风吹了呼了呼的。这边这救护车通道。反正慢慢走吧，也不急。本来一天就没事儿。我们这个是无业游民，在中国现在新的名词叫自由职业。哎，今天现在几点？4点40，北京时间11点40。今天是10月1号，愚人节。今天发布的消息全部是假的。只有用影像记录，用那个视频记录，这些是真的。这个Model 3呢便宜一点，但是装载能力不怎么样，就是后边空间太小了，太矮了。Model Y 的话还能装，但价格贵一些，7万多澳元。哎，没电了哦。
2块1元，这个2块1元规模比较大哦。是吧？我们直接应该走。这是南半球最高的。这个位置，拍还可以。哎呀，遮住了，这个树影遮住了。哎，我们过街在那边拍也可以。这边是，它滴滴滴滴的叫，也就叫个10秒钟左右，然后呢就是红灯闪一闪的，平均算下来过路这时间也就是20秒左右。这边就是市中心，这边看效果不好，随手拍一下，照片嘛，照片儿，1.5倍，24毫米，2倍。5倍。1倍的话还可以。我手机没电了，我搞忘了。我带的有充电宝。土坡上的狗尾草。脓包琼琼，鸽子的声音呢？我搞坏了，我手表应该记录一下。
其实走路走的比较慢哦。这个教堂呢，它是，哎呀，就是南半球，就是澳洲嘛，新西兰那边的那个最高的教堂。像我们这边到回家的话，就是一条直线。对，我应该是往教堂，往那个议会大厦那边很近，几百米就到家了。这里边不让骑车子。这是国会大厦，这边斯普林街永居在旁边，几百米，我应该回家应该多长？应该直线距离200-300米吧。这个电车的声音，这是新款的3节车厢，老的2节，还有最老的是1节的那个。最老的一般，市中心这一圈它是绕圈是免费的。我就从郊区坐到市中心，它有些会遇到查票的，要主动刷卡。那市中心你随便走，35路，有些找个时间坐一下35路就是绕一圈，坐一圈应该要1个多小时，站太多了，每个站都要停。
现在时间马上5:17，下个月4月几号？10几号嘛，是7号。现在和中国的时差3个小时，从下个月4月中旬左右就调了2个小时，2个小时提前1个小时。没有时差，也就是博斯那边，就是澳洲的最西边的位置，挨着印尼啊，挨着那个菲律宾那个方向，左下角那边就基本是零时差。我国内都是一样的，那边就不会调那个，就不需要调啊，设备的都是同步的，实时同步的不存在，手机上都不用管，自动就调了。这边有个火车站，那个路口那边下去。这儿这另外一个人吧，国会大厦，这好多鸽子。维多利亚议会那边，这边的人喜欢看书，玩手机还是有，只是不是很多。市中心的话，玩手机的还是多，都是低头族，就是看手机的嘛，全球都这样子，基本上都这样子。SP 都在成都那边，在成都最火的时候，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搁后面咋回事哈？网络信号不好，那边人太多了，应该是估计摄影师的电池没电了，然后就中断了。直播了5个半小时左右，然后大家都在等，好像就没有了。应该是在中国行人气最旺的一站。第1站上海，第2站北京，第3个是少林寺那边，第4个是，看我这个第1个是上海，7天了才661万观看，然后这5天是553万。少林3天前在少林寺那边738万，成都那边才是1天时间左右不到，700多万。我觉得他应该今天晚上应该在直播吧。成都那边好多地方没去的地方都是市中心的位置，因为成都昨天下雨嘛，应该今天好像没有下雨吧？昨天连续下1-2天了，觉得很多地方都可以再去啊。高新区那边，比如说比较有名的那个双子塔那些滑雪中心那些地方，熊猫基地啊那些都可以去。主要有些景点他好像都没去，他主要在市中心转，因为那些都是像同仁堂那些安排的广告，就是有些植入的广告嘛，还有火锅那些，他不是在火锅店吃东西之后有个围裙，有个围到腰上那个，搞忘拿了，搞忘烦了，然后后边走了之后，他发现搞忘烦了，然后又绕了一圈，又回去把那个烦了，辣的他鼻涕都出来了，确实有点辣，对本地人肯定就不存在。
现在这边商场里面人很多，实体经济就非常怎么说没什么影响。这边都是要带卡刷，不像我们国内二维码那种，什么支付宝那些，这边就用苹果一些 NFC 支付也可以。其实都方便，虽然不用带钱包也可以。这边路局就在这栋楼后面，那个后面矮一点就是邮局。它有些邮局它会打电话，你在家的话，它就可以拿回去。然后过超时之后，你自己去邮局取，凭你的证件的去。OK， 我们到家了，这栋楼就是我们这儿，这里面商场也可以转一下，其实里面全是吃的，这边也全是酒吧吃的。全部是中餐、泰餐、韩餐、日餐为主。这对面就是邮局在里面，这边就是这个小的吃东西的地方。这儿理发了，然后里面最主要是里面还是吃的，这儿下去，哎，在这儿下。到负1楼停车场之后坐电梯，还要到负1楼，应该是到这个是相当于，这边相当于全是吃的，看一下吧，这边全是吃的。OK， 到家了，去。